刚才看到咧新北是有民众通报讲，伫伊的厝内这放鸭的肚仔内底有一只会叮当的物件，佮敢若会咬人，行到跟通报动保厝内底。初步想讲掠出来竟然是一只洗手熊，这身躯内底佮有晶片，可能就是人饲的无细粒甲走出来，随通知这饲主来甲带回去。敢申请委屈几只狗伫个下柜仔内底，乌白色的身份动物出现伫新北市中和民富街一间徛家，厝主感觉惊死，因为厝内底走入来野生的狐狸，随通报动保处。一大早看到吓死，很凶，他就很叫很大声，很凶，都保处的，他不来收福利。动保处的人来到现场，才发现讲，原来伊是动物界外号叫做福面小贼的小熊。加在这只芭比的小熊身躯有注射宠物的晶片记录，经由电脑资料查到，原来伊的主人住伫附近公寓，当工就领回去了。我们台湾的所有的浣熊都是北美浣熊，那北美浣熊它属于比较温驯的。如果说他觉得气味不对，你要强要去抓它的话，它可能就会攻击你。实际上问附近的住户，原来这只小熊偷走出来几下摆呀，出面讲伊真巧，会用手开喇叭锁，也常常看主人牵伊出来洗洗。伫街路上，若是拄到这只小熊，大家也感觉真关系咯。经济部在110年已经公告修正限制输入货品表，其中包含浣熊。目前浣熊均不得再输入至国内。新北市动保处提醒，为了防止厝内底宠物无细粒走拍无去，民众应到新北市各区动物之家也是动物病院注射微型的晶片。若发现动物受伤害，也使敲1959动保专线。记者综合报道。